求学这件事情就有一点，就是其实我也是不太爱念书的人，可是呢，我觉得不爱念书不代表说成绩不好就一定没有成就，因为我觉得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天赋，那每一个人其实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能够去专注，能够去做，甚至说可以在长大之后。以前可能不喜欢，可是长大之后，也许你会有人生的转变。你可能以前不喜欢读书，可是，在工作之后，也许遇到了某一些情况，你必须要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，要去，比如说装备自己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自己有这个主动，有这个动力的时候，我觉得在学习的过程就会是轻松的。那如果说遇到什么挑战的话，嗯，其实我在高中在考大学的时候，考大学联考的时候，基本上一个蛮辛苦的，因为我刚才有提到说我并不是一个念书的料，但我那个时候我知道说有推荐甄试这个方法，我那个时候推荐甄试的时候就想挑战看看去念一个艺术的科系，所以我去选择华范大学去推荐甄试。可是呢，很妙的是，上帝好像并没有安排这件事情。我刚好就是推荐甄试的时候，跟一个学生一个同学同分，可是我们在比素描的时候我输给他，所以我又刚好跟这个专业的科系，对专业的领域又没有无缘，又缘了。但好像这个无缘变成我以后更有缘的一个机会。因为其实当它不是我的主要的专业的时候，我的压力反而是不大的，甚至我觉得更多的创作是更开放的，是更宽阔的，它比较不会被局限，甚至我不会变成某一个学院派或是某一个风格派，那我可以自己很自在的去创作，在我自己的创作里面可以更多的天马行空。嗯，对。